真係終於親眼第一次見到啦！我諗大家都唔想佢走啦，係嘛？我們先請他們跟大家香港的歌迷打聲招呼，好不好？有什麼想特別說的？嘿，因為咧，我頭先聽到一啲 fans 講咧，話等咗東方神起有3年啦，有啲仲話嚴格嚟講，其實原來係6年添。所以我諗佢哋咁難得嚟到香港咧，唔使問咁多，有啲咩同 fans 講咧？哦，我們很開心，你們開心嗎？哇哦，講的是中文哎，講的是中文，說他很開心，他講中文，好厲害，覺得非常開心啊！咁仲有咧，仲有冇？你們陪襯我們了嗎？好，我哋不如俾多啲掌聲，東方神起好冇？呢個時候俾佢哋翻入去後台咧，就稍稍引一引汗，佢哋係未走住㗎。抹一抹汗，執翻個妝，靚靚仔仔又再出嚟同我哋頒獎㗎。